买一瓶酱油？可以呀。可是我不知道新开的便利商店在哪里耶。哦，就我们家头前走一下下，然后看到巷口往右边转，就会看到了。头前就是前面，右片就是右边 ，Hellboy 是后面，照片就是左边啦。哦，所以是往右前，再右片。那小蜜，你要陪我一起去吗？好啊，走吧。路上小心哦。哎，你们怎么这么快就回来啦？因为我分不清楚右片、右片，不知道怎么走啊。没有关系，那彤彤姐姐来教你们吧。好，首先把你这只手举起来，这只手就是U片的手，右片。那另外一只手举起来，这只手就是照片的手。照片。哇，看起来你们已经会分辨照片跟U片了，清楚了吗？清楚了。头前，前面，头前，前面 ，Hellboy 后面 ，Hellboy 后面。彤彤姐姐，今天我遇到了我的偶像小蜜桃姐姐哦。啊，真的吗？那在哪里遇到的啊？我在捷运上厕所，她排在我的头前。上厕所，那有点尴尬哎。在她的 Hellboy 看着她背影，我就满足了。照片左边，照片左边 ，U 片右边 ，U 片右边。妈妈，你现在分得清楚照片跟 U 片了吗？分得清楚哦。哦，那我来考考你喽。照片 ，U 片 ，U 片，照片，中间。头前 ，Hellboy， 照片 ，U 片，你都分清楚了吗？哈克乌拉拉，我们下次再见喽，张来了，张来了。